民众注意风车第23期已经进入第3天，只有中心拢无停。今日早起10点开始继续开放注文第24期的追加剂，分别提供莫德纳120万剂、BNT 36万剂、高端7万2000剂，加 AZ 1万6000剂。注文的时间是到25中到12点为止。本土疫情即马有较回啊。医师陈天武伫面切就咧问讲，到底是安怎国内运动爱国挂喙罨？因为台湾无发生过因为运动造成感染的，敢会使放较灵哩？我觉得还是不太行，没有完全的清除掉这样子，所以你这样子还是会传染到啊。户外的运动是安全很多的东西的哈，户外的空间很大嘛，空气流通啊，有时候运动呢，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很远，其实是不太必要戴口罩，可以鼓励民众戴口罩，那也不用太过强制，尤其在户外可以不用强制。目前指挥中心要研究3月份开放边境加速地居家检疫的措施等等。当日民众来讲，若是疫情搁较稳定咧，4月份就可能放较灵咧。比如说在室内用餐啦，在室内开会啦。或者室内人要多少人可以从事什么活动啦，然后再考虑室外是不是要放宽，那放宽到什么程度？那防疫规范会慢慢放松，人民嘛估计未来疫情将朝向流感化的发展，较真的人可能伫做食药啊就好，好让就有这个机会甲病毒共存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